张哥的好胜心一旦被激起来，节目效果会非常的精彩。跑男躲避五毒游戏，根据限定条件交换位置。张哥的问题一出，直接带着答案去找人了。组合解散了的直接。相对，那叫针锋相对。全门上下，天地相会。范丞丞当时感觉心里有点不舒服了。张哥嘴和腿比脑子快系列又在持续加码中，一玩起游戏来发了狠忘了情。吻戏的系列啊，还过吻戏，还过吻戏，肯定还过吻戏啊！还过吻戏啊！我怎么可能拍过吻戏啊？我怎么可能拍过吻戏啊？我也没拍过呀。所有问题就一步到位。但微醺哥的紧急公关堪比救火队，谣言来去如风。没拍过吻戏的姐姐。但和马哥的惊鸿一吻算不算吻戏呢？你轻轻一眼，我疯过的回忆。